2024年卷2第2題，咁呢題係典型嘅對分檢索法 binary search。先睇個陣列先咧，叫 T 嘅，咁有7個元素，由1去到7，已經順次序由細到大排列噶啦。子程式叫做 binary search 啦，咁而要揾嘅個 target TAR。舉例子咧，例如想揾嘅係140，首先 left 係等於1， right 等於 n 就係7。position 等於-1，咁當個 position 等於-1，即係未揾到，同時個 left 係細過或等於 right， 咁就執行以下嘅句子。咁於是 left 等於1， right 等於7，咁而個 mid 就等於 left 加 right 再除翻2，要整數，咁所以1加7除2咧係等於4。咁有3個情況咧，第一個就係揾到，咁如果個 t of mid 等於 target 嘅話咧，咁呢個係 T of mid 咧，呢個係 target。如果兩個相同嘅話咧，就揾到啦。咁如果揾到嘅話咧，我哋會記住 mid 呢個位置放喺 position 嗰度。第二個情況就係 T of mid 如果細過 target 嘅話，即係好似呢個情況啦，75細過140，咁我哋會改變個 left 等於 mid 加1。咁所以個 left 由本來1轉做 mid 加1，4加1就變咗5。咁我哋再計一次 left 加 right 再除翻2，咁答案就係6。咁於是個 left 就係5，個 right 就係7，咁而個 mid 就係6。情況調翻轉啦，個 T of mid 咧係大過個 target， 即係呢個情況，將個 right 改做 mid 減1。咁所以個 right 咧就等於6減1變咗做5啦。於是 left、right、mid 都等於5。T of mid 等於 target， 咁我哋揾到啦。咁於是就記住呢個數字，最後 return 個 position。第二，咁呢個子程式幾時會傳回-1呢？咁答案就係當佢揾唔到個 target 就會傳回-1噶啦。問題 B， binary search 轉咗個 new search， 咁有咩唔同呢？咁第5行就少咗個 position 等於-1，咁而第9行呢就加咗 right 等於 mid 減1落去。問題 B1， 如果我哋執行 new search 150，咁結果會係點呢？陣列裏面有3個同 target 相同嘅數字，究竟會 return 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呢？同之前相同 ，left 係1 ，right 係7 ，mid 係頭加尾除翻2係4。咁於是中咗第一個 T of mid 係等於 target， 咁我哋會記住個 mid 呢個位置係4啦，跟住個 right 等於 mid 減1， 4減1變咗做3。咁呢個時候呢個 mid 就等於1加3除翻2變咗做2。咁於是 T of mid 係45， 45係細過個 target 150。咁所以中咗第二個，咁我哋改變個 left 等於 mid 加1， 2加1變咗做3。left right 都係3，咁所以個 mid 亦都係3。咁於是咧 T of mid 係150係等於個 target， 咁啊中咗第一個。咁於是我哋就 position 等於個 mid 啦，個 right 就等於 mid 減1。咁於是咧我哋改變個 right 咧就等於 mid 減1， 3減1就係2。於是我睇翻第5句咧，當個 left 係細過或等於 right 先至執行，咁而家調翻轉啦 ，left 係大過 right， 咁所以就唔再執行啦。最後傳回個 position， 咁就係個 mid 即係3。咁所以呢個 new search 同之前嘅分別係咩呢？如果有幾個數相同嘅時候，佢就會 return 第一個 target 嘅位置。第二，如果 target 係149，咁結果個 left 同埋 right 會係乜嘢呢？咁我哋逐步跟落去啦，咁最後結果呢 left 係3 right 就係2。第三，如果我哋修改第14行，即係最尾呢一行，令到佢當 tk 大過或等於 target 嘅時候，就傳回個 k。咁即係話，如果揾到嘅話就傳回個3，如果揾唔到嘅話呢，佢會傳回一個最接近嘅數字。例如想揾嘅149。150同149係好接近嘅，於是我哋傳回個3，所以第14行我哋將佢改做傳回個 left。第二 count p 係一個子程式，會傳回手提電話每日用量達到 p 分鐘或以上嘅日數。咁例如呢個係手提電話嘅每日用量咧，45分鐘、45分鐘、150分鐘，順序咁排列。如果你想要揾100分鐘或以上，即係後邊呢5日就係超過100分鐘噶啦。我哋可以利用 new search 呢個子程式就去做呢個 count p， 咁於是 count p 咧就可以直接傳回 n 減 new search p 再加翻1。咁嘅意思就係如果 p 等於100嘅話，咁後邊呢啲係大過100嘅，咁我哋將個總數7減3再加翻1，咁就係後邊嘅總數嚟噶啦。
問題 C1，志明選擇用編譯程式而唔係用解釋程式去編寫程式，咁嘅原因係乜嘢呢？咁用編譯程序喺我哋執行個程式嘅時候就唔需要再翻譯，運行嘅速度會比較快，而且喺編譯嘅過程當中，機器碼已經被優化咗，亦都唔需要向終端嘅用家披露原程式，咁有助保護知識產權，防止未經授權嘅修改。另外，編譯程序有錯誤嘅檢查，咁要有語法錯誤等等，已經一早被發現。第二，連接程式 linker 同埋載入程式 loader， 個用途係啲乜嘢呢？連接程式係將多個目標碼一啲 object program.o 嗰啲咧，同埋程式庫 library 將佢連接埋一齊，變成一個執行檔。咁而 loader 嘅用途係將我哋即將要運行嘅執行檔載入去記憶體當中。